Hello，大家好。今日咧就10月21號，大家見我着嘅衣着啊。嗱，如果大家睇翻之前日子，10月20號啊，香港就廿幾度，而家我就嚟咗北京，最低就5度啊。咁而家應該大概12度左右啦，啊，同香港相差好遠啦。咁啊，精彩啊！點解咧？養老板塊咧，之前我就介紹咗啦，廣州啊有啲養老院就係搞嗰個活力養老啦，我拍咗唔少片啦嚇，咁亦都經過我哋依家養老服務中心嚇，咁啊都成功咧介紹咗好多香港啲老友記嚇，即係揾到佢哋適合嘅養老院嘅嚇，咁我好開心嘅。咁啊，今次咧又進一步啦，進一步係咩咧？大家知道咧，之前我喺街會介紹咧，就喺內地嘅天花板一間叫做泰康養老嚇，佢咧係內地真係 number one 㗎啦，唔使講嘢嚇。咁啊，全國都有。咁一直咧，我哋係自己係介紹到深圳啊、廣州啊嚇，佢哋嗰個一個彭園啦，一個月園啦。啱啱上個星期嗰個廣州嘅月園，咁我哋都帶領咗1000個香港嘅老友記上去考察。哇！一行入個養老院，一初咗淨係睇個模型咋。博士，你呢個睇樓團嚟㗎？我淨係睇嗰個沙盤模型，就以為係賣樓，因為哇10幾棟樓喺度，仲有埋醫院。佢以為我帶咗去即係睇樓，我話唔係，呢個係養老社區、養老院嚟嘅。咁啊，香港人咧，哇！啲老友記就大開眼界，哇！跟住咧考察完之後，個個都係讚歎，個個都係哇哇哇，係全部哇哇聲嘅嚇。博士，我唔係跟你個團，我真係完全係井底之蛙，我冇諗到喺內地，原來哇嗰個養老可以做到咁進步嚇，咁多花款。嗰啲系統軟件、電腦系統啊，啲園林啊，啲醫院啊，哇！嗰啲泳池啊，即係完全冇諗過，原來養老院係咁。咁我哋香港人真係喺香港幾十年，我哋睇戲又好，行過有時舉高望啲招牌又好，咁有時啲親人都會需要入住養老院好，真係咧完全好似係去咗兩個地方咁樣，一個星球一個地球咁樣嚇。咁啊，今日咧又係去到另外一個新嘅階段，就係大家有聽過呢個叫做候鳥式養老嚇，即係初我完全冇感覺候鳥式養老、活力養老已經好好得意啦嚇，即係好新嘢啦。候鳥式養老啊，咁啊，今日咧我嚟到北京就係真係好難得嚇，能夠去參觀呢個北京嘅泰康嘅養老院。咁咧就而且今日我過嚟嘅行程係當中，因為我有2位客戶咧，即係唔係叫客戶咧，即係2位經我介紹入住咗泰康嘅，佢哋今次咧就已經行緊佢嘅候鳥式養老噶啦嚇。咁啊呢一站咧就係北京啊嚇，候鳥式養老，香港人上到嚟北京候鳥式養老，即係匪夷所思啊！咁當然啦，我睇下可唔可以採訪到佢啦，但係起碼我可以拍到北京呢個嘅泰康養老院俾大家親眼睇一睇 ，OK 啊？你知泰康其實全中國有好多地方都有養老院，而每一個都唔同嘅特色嘅啊！咁我自己都開下眼界嚟到北京啊，睇下泰康嘅養老院。即係佢哋話咧，其實佢哋北京啊，其他地方重慶啊嗰啲養老院係仲勁，即係仲正過廣東嘅嚇。咁啊，我博士都過嚟要開下眼界，唉，好嘛 ？OK 嚇，咁啊而家去。啱啱落機嘅就喺機場嘅啫，我趁有啲時間，我即刻就同大家講今次嘅行程。咁一年會有幾集嘅，咁大家記住啦，你睇我博士頻道，如果未訂閱嘅，記住快啲訂閱，因為好似呢啲咁珍貴嘅影片，即係如果要你自己過嚟要搭飛機，又嘥錢又嘥時間，係咪？咁啊睇樓係你嘅事睇嚇，係嘛？大家記住訂閱，同埋我咁辛苦過到嚟都拍片俾大家睇，大家就梗係俾翻個 like 我啦。OK， 好，我而家攞行李先。好，一陣間個行程好豐富㗎，大家見到黃小姐都喺度啦，哇60幾人我今日，60幾人啊！咁啊，除咗我哋香港之外咧，咁其實都有好多廣東啊，好多廣東啲上嚟嘅。咁啊，有啲係入住咗嚟體驗啦，有啲係嚟體驗啦，有啲嚟考察啦，60幾人啊，自己爆啊！咁啊，大家又開下啦，北京機場啊！我都好耐冇嚟咯，北京2年前到啦。終於到咗呢一個康泰之家嘅所謂燕園啦。康泰燕園，我有自己嘅醫院添啊，喺門口已經。嗱，而家我哋就全部，我哋60幾人啊。
落晒車，準備入園啦！大家觀眾跟我入園開眼界啦！太空最犀利咧，就係佢嘅園區咧，全部都係有佢嘅自己嘅醫院。大家見到呢個幾大規模嘅康復醫院，咁啊，其實都係有急診啊、康復啊、老年科啊，反光，因為睇人睇清楚啲。6層樓高，咁都係啦。佢嘅醫院咧都係偏向啲長輩嘅科多啲。呢個係佢最吸引嘅地方嚇。如果大家入住揀個養老院嘅話，係要係即係你自己對醫院對醫療係有要求咧，即係坦白講冇第二間選擇啦，係啦，太康贏晒㗎啦嚇，因為你要搞間醫院出嚟真係唔容易嘅事，唔係有錢係得嘅嚇。你即係搞間醫院嚇，唔係有錢得，同埋醫院都要經營㗎嚇。我唔識搞咧，其實之前喺大灣區咧都有啲揾我介紹過嘅，我就冇去介紹。咁因為我睇到佢嗰啲唔係正式好大規模啲醫院咧，咁你經營唔到咧，佢遲啲都係會執笠嘅。大家記住呢樣嘢嚇，醫院都係會執笠啊！你除非係政府嘅啫，係嘛？如果唔係政府的話咧，醫院點解唔會執笠咧？係嘛？你要請醫生啊，要請好多人啊，咁你要出糧噶嘛。好，入去先。一樣有即係急診門診啊！即係咁講啦，我覺得比普通我哋去平常出邊啲醫院咧更加有規模。一樣中藥、西藥取藥，哇幾靚仔嚇！一樣掛號啦喺度，一樣可以用晒醫保㗎，記住係可以，無論香港又好，內地人又好，都係可以用醫保。口腔中心啦，呢個口腔中心啦，呢度可以睇睇嘅，但係其實應該佢有介紹嘅嚇，但係佢用普通話啦，所以我盡量都用翻我將啲重點講翻俾大家聽啦嚇。呢度所有啲醫師啦、外科啦、普通科、耳鼻喉口腔、中醫、精神科、健康科老人醫學嗱，佢哋因為本身你知道佢係養老院啦，所以佢哋嘅醫院咧都係對老人比較專科嘅。即係等我叫專科係老人科專科嘅嚇，咁唔同嘅，咁所以有啲又話喂，你甚至乎出邊啲醫院啊，都未必會咁，即係如果你係本身你係長輩咧，你出邊嘅醫院都未必係有佢哋咁專業啊，因為佢專係針對老人科咧，你知啦，譬如啲失智啊，或者啲老人病咧，佢哋反而係專門啲嘅。嗱咁我哋香港人入到嚟都知啦，最緊要第一樣嘢就買醫保啦嚇，呢個係我哋香港人攞到去內地嘅即係福利啦，可以咁講。咁咧，但係嚟到呢度咧，因為咧佢仲可以買保險嘅即係同香港佢仲可以買個保險，因為佢本身太康就係做保險啊嘛。咁你仲可以買多個醫療保，咁當然呢個醫療保，咁我有醫保，我做乜仲要醫療保？因為佢有咗醫療保咧，佢保嘅範圍更加多，同埋你嘅藥啊，所有嗰啲西藥啊等等啲貴嘅藥啊。同埋咧，你可以話係我要住私家病房，即係你香港買保險都係你知啦，即係你買嗰個 package 咧，你住啲咩房即係雖然有醫保但係醫保都係梗係普通咧大眾市民啊嘛。但係話唔係喎，我要舒服啲嘅，咁你買多個保險咧，你就可以譬如按你要，我要住私家房我要專科醫生或者當佢醫治嘅時候，喂，我要啲特別好嘅藥或者特別好嘅一啲嘅治療咁講咁呢個都可以有呢個配套嘅喎，幾全面。啱啱見到有個骨科治療，裏邊都見到啲長輩喺度做緊治療都可以。真係好誇張，可以做到咁專業嘅咁大間。大家睇我呢個片咧，大家係開眼界真係我哋香港人要開多眼界嘅。咁樣嘅喎，咁我嚟參觀嘅咧，全部都會配一隻呢個咪，跟住咧佢就應該有專人咧就一路去，即係好似直情咁好似旅行團睇景點咁就介紹佢呢度成個歷史啊、
個功能啊文化咁啊。而家嗱個個又派緊耳機啦。第一站咧，佢平時唔俾參觀嘅，之前深圳同埋廣州都冇得參觀，就係叫記憶照護區。嗱呢個好緊要，呢個即係話咧，我哋嗰啲失智啊，你啲老人家冇乜記憶力啊，呢樣嘢咁咧就智能康復呢樣嘢好緊要，即係個腦咁啊，年紀大養腦都係最怕呢啲啊，好多機械人啊，上肢機械人啦，好多儀器有啲係磁力㗎啦，有啲係電腦掃描㗎啦好，大家就跟住我哋呢一個咧，其實就係嗰啲失憶失智嘅長輩嘅，咁所以咧就唔可以拍攝佢哋係啲老人家啦，係啦啲長輩啦，咁但係咧總括嚟講，呢個係一個封閉區嚟嘅，因為驚佢走出去咧，即係唔識路翻屋企嗰啲咧，就係咁嘅情況啦咁所以佢哋盡量將佢哋呢個園區，大家就咁睇咧，大家就覺得係咪好似翻咗屋企咁佢係話盡量將啲佈置咧做到佢哋好似翻屋企咁樣咁當然啦，令到佢哋亦都唔會覺得自己入住咗養老院咯翻屋企咁樣有啲心理上咁，同埋佢有自己嘅私人花園嘅，咁呢個花園同出邊嘅園區係分隔咗，即係唔會即係一句講晒唔會走失咯。最大年紀嘅97歲啊，97歲，所以見到好多呢啲以前啲舊係啦。嗱，佢哋嗰個時間表咧好得意，寫晒黑板度夜間浪漫晚餐活動時間咁佢話咧，其實基本咧啲長輩咧就變咗即係小朋友咁樣大家見咧，特登整張 BB 床喺度直情咧佢俾個 BB 公仔咧，俾佢同 BB 換衫，因為佢有好多可能已經係返老還童咁等佢開開心心咁樣。佢話咧認知障礙嘅長輩咧係好中意咧就走出去嘅，好中意外出嘅，所以咧唔好阻止佢唔好阻止咁所以就會整咗個咁嘅花園咧，就封閉式嘅大家見有一欄杆就唔會流走出去係啦。咁俾佢哋大家見到陽光曬落又好健康啦佢話範圍其實唔使大嘅，因為佢哋冇乜記憶嘅啦已經只要有中意行下出嚟。呢棵係山楂樹嚟嘅，我第一次見山楂樹，我都第一次見山楂嚟喎，係喎真係山楂樹喎，山楂樹原來咁樣嘅喎，啲葉係咁嘅喎。我哋廣東咧，廣東應該冇廣東做唔到山楂嘅。而家我哋上到成個9樓。我们在国庆当天带着长辈们去佛堂上看一下出来这个名字呢，然后再把它拿过来一些，也拿出来，这个在长辈们一起唱国歌，让他们这种爱国的情感得到激发。那第二天呢，我们让他们做艺术共创，比如说我们画这个长卷画。第3天我们做一些主题问答，第4天我们说，我们现在不是大家都会追求时事的热点嘛？那可以看我们这有个活動是。與 AI 交朋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呢個表咧，全部就係佢哋嗰啲節目嘅時間表嚟嘅，好豐富，有生日會重陽節每日有5個節目，從10點鐘朝頭早到下午嘅3點4點，有啲夜啲嘅4點5點。佢哋呢度叫做太康燕字嘅燕園護理文娛活動表，嗱咁就唔方便拍攝啲長輩啦。咁其實喺嗰邊咧，佢哋就係喺度做，佢話差唔多平均嗰度80幾歲到90歲都有嘅。
咁就做緊啲手工啊，全部做緊啲用啲線啊，用啲繩啊，整啲蝴蝶啊，做緊啲手工。咁有啲護理就幫佢一齊。咁點解要做呢啲嘅手工咧？等佢啲手指啊，等啲手指啊、手啊、腦啊，能夠陪住佢哋去做手工咯。咁啱啱有個婆婆咧，好開心啊！我哋嚟見到我哋咁多人咧喺度唱歌，啱啱喺度唱歌，哇！成個氣氛好好。咁同埋頭先佢講咧，佢一日有成5個啲活動咧，嗰啲全部都好，樣樣啲活動咧，其實都係對佢哋嘅腦啦、手啦，即係身體各個部分咧，其實都係一個活動，即係全部都係有功效嘅，唔係就咁俾你開心下，或者俾你去即係交個朋友傾下偈，唔係咁簡單。佢每一個活動都有佢嘅目的嘅，即係幫助佢邊一部分嘅啲長輩，幫助邊一部分。咁我覺得非常好啦，即係全部佢係花咗好多心思落去咯，係咯。咁嗰個護理介紹咧，唱緊歌嗰個阿姨咧就已經90歲啦，住咗喺度8年，即係佢從80零歲到開始入住，做而家先至住咗9年，冇晒牙㗎啦。我見到阿姨就好開心喺度唱歌，搞到我哋啲人圍晒埋去。四季花廳嗱，呢個就係其中一個主要嘅大廳。大家係咪以為去咗杜拜嗰啲酒店啊？係嘛？啊，個個嚟到又打卡啦，一個超級大個魚缸。哦。一個養老院裏邊可以係咁，係嘛？好啊。穿過呢個濕地。好啊，呢個叫呢個係室內嘅濕地公園，但係呢個成一個溫室咁樣嘅，成個溫室咁樣。因為大家頭先睇完個醫院啦，睇完佢嗰啲養老公寓啲房啦，咁啊梗係想睇啲靚嘅地方啦。大家睇下，通常呢啲都係酒店咯嚇，我想去雲南或者上次去九寨溝係啦，住啲酒店都會有類似咁樣，一啲喺酒店大堂整啲園林咁樣啦。哦。標晒啲植物叫咩名？係咩名嚇？跟住有兩隻真嘅呢兩隻嘢。嗱，咁好似深圳同廣州一樣啦，咁呢度有個沙盤啦，大家睇下，係咪成個地產項目咁啊？係嘛？如果你話地產項目，即係好似啲大嘅地產商咁樣，呢度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地產。嘉德藝術中心同埋太康研修院，我有晚都住嗰度，住喺太康大廈，我哋即係嗰啲全部都多啲都係太康嚟㗎喎，哇！唔止呢度啲院舍啊，嗰啲全部都係屬於太康，哇！真係一個地產項目咁啊，好似一個幾誇張嚇！一共幾多棟樓？18棟樓，18棟樓開咗幾多年啊？呢個呢度2015年11年啊，仲有康泰大廈啦、研修院啦、藝術中心喎，哇！有金融大廈。藝術中心搞咩㗎？嘉德拍賣係好出名嘅。嘉德拍賣好出名，做拍賣㗎？董事長之前離開太康人壽之前，就係做宅急送同埋嘉德拍賣。哦，我哋呢3日嘅行程咧，你會去埋總部，聽埋太康點樣發家，點樣做起身，點樣籌資，後邊又點樣退。太康點樣嚟？係啦，到時你會全部聽晒嘅。OK， 呢個研修院專門用嚟培訓嘅。我哋到時都會住喺嗰度。OK， 好誇張啊真係。仲有圖書館嘅。OK， 呢個位就而家呢個露天濕地公園。就呢就嘢，哇外形好靚喎！哇，如果航拍都靚。上善若水啊，佢嘅設計理念。上善若水好似一滴水咁樣啊？冇錯，上善若水。嗱一樣咧，如果有睇過之前啲片咧，佢有個系統喺度，全國都係呢個系統啦。佢有一樣嘢好，全國系統咧，佢會將所有嘅城市咧，將數據統一嘅，即係成個太康有幾多人食飯咁樣玩法喎。咁啊大堂啊，
哇！真係犀利。係。哦，應該去分享係嘛？你分享是吧 ？OK， 好，謝謝你啊，謝謝你。你住這裡多久啊？我是這兒的居民，我在這住2年哦。因為這個就等於就這個19號樓我這塊，它開業也就3期，開業只有2年，等於開業。哦，你已經進了去了。你是哪人啊？我是北京的。啊，本地人嚟的。哦。猜一下幾歲？啊。很年輕。都。我也擺啊。是吧？上次我過來也是講，廣東的中山人。我們廣東過來的，對。他皮膚特別好。對啊，精神很好啊，我見到你精神，身體狀況很好。啊哈。啊哈。天冷了。哦。對對對。您是從香港？他是香港過來的。係啊係，香港過來。我是廣東中山的。啊，你今天上次都來。開眼界。學習學習。對對，反正這是一個旗艦店，還確實好好。又住了多少戶了？現在是3000多人，3000多人，3700多。哦，3700幾，3700多。 3700多人，就是有的是就是戶有那就哦。那有多少單人戶，有多少個人在排隊啊？現在排隊想進來住。哦，那我們不管，我們銷售，因為我們就講我們的體驗，係啊，收穫了什麼，然後哪些好，哪些不足，我們只是就分享這個，然後那些就是由他們工作人員，對，他們安排，你們去居民。很開心，我看你狀態越來越好。謝謝你啊，謝謝你。哪里跑呢？过年啊，有啊，这是。哇，幾大個健身室！啊，見到好大嘅健身室啦，同埋頭先你見到有啲喺裏邊做緊啲按摩啊、療理啊呢啲嘢。啊，佢呢個係游泳池，啱啱佢喺度翻新裝修。呢個係一個室內游泳池嘅，嚇，啱啱游第3期泳池。室內泳池，室內泳池亦都係泰康必備嘅功能。啊，全部一棟棟就係呢啲啦，養老公寓啦，基本滿晒㗎嚇。咁如果大家係候鳥式咧，佢哋全中國咧，佢哋係要早啲預訂嘅，你明唔明啊？即係譬如我今年訂定下年會過嚟，我揀北京啊，可能我下年就可能第2季我揀重慶啊，係啦，佢個玩法就係咁樣，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就當然喺佢有啲熱點嚟，譬如北京啊、廣州啊、蘇州啊，係啊，蘇州啊。即係佢都係有啲係特別多人中意去嘅，咁嗰啲咧，好似北京呢啲咧，又好爆嘅，OK 嚇，全部住滿晒人㗎啦已經。哇！佢講到一樣嘢幾特別喎，佢話原來好多佢係北京嘅呢位分享嘅太太，咁佢就原來好多。去到啲養老年紀咧，一對夫婦咧，直情住咗入嚟，跟住翻工喎。佢即係佢內地嘅理念都係咁樣，佢呢個養老公寓啊，或者叫做係啦養老公寓、養老社區，佢就當呢啲係一啲屋苑嘅啫。佢原來好多住喺度咧，係
係會照翻工喎，因為佢呢度交通嘅方便嘅嚇，照搭地鐵啊，開到車開車啊，照去翻工啊。佢當然佢有啲翻工就係有啲退休翻工啦，有啲可能係做顧問啦，即係做啲工作，或者有啲係做義工做義務工作咧，佢一樣出去嘅喎。呢個我真係第一次聽，喺養老院裏邊竟然係咁，唔怪得佢咁多人住入嚟啦。即係你唔係真係要去到哇即係行動唔方便啊，失智啊，即係要好嚴重啊，係咯，好冇處理能力先至入嚟。即係我覺得到今日為止，我真係覺得而家嚟埋北京，我更加吸收到更加重要。原來佢哋對養老呢樣嘢同香港嘅睇法係唔同嘅，即係佢哋養老只不過就係去咗另外一個即係另外一個境界、另一個階段咁樣喎嚇。所以佢哋會去到嗰個階段就嗰種階段嘅生活咯，就唔係嗱我唔知我咁形容，即係香港去到養老就好似係已經係倒數咁樣啊，好似倒數即係好難聽啲唔好咁早死啦好似倒數咁樣，即係好無奈咁。但係佢哋唔係，佢哋其實係生活嘅一部分嚟喎，依然係即係佢哋入住咗養老院，依然係生活，而且佢話俾人聽住養老院。呢邊啲人唔係驚訝喎，即係你要入養老院啊？咁唔會嘅喎，或者哇你入養老院啦，哎呀，梗係好大件事，真係好麻煩，梗係好慘啦咁。冇嘅，佢哋唔會係咁嘅，唔會咁睇，即係等我香港叫養老院，佢哋呢邊唔會叫養老院，佢叫頤養園或者叫做老人社區或者叫長輩社區。佢呢啲係一個社區咁當然香港你唔可能養老呢啲有個咁嘅社區啊，係嘛？但喺內地係可以係有半個社區，而係超級大嘅社區。咁我話我哋頭先睇到呢啲園林呢啲咧，其實係其中一個部分嚟嘅啫，1/10嘅啫。我哋只係睇到幾得意啊！佢嗰個院友咧就帶住我哋去參觀，佢唔係揾佢哋啲講解員，佢係揾翻佢哋住喺度嘅院友嚟到去介紹幾好幾真實咯，係嘛？即係唔係好似 sell 你嘢咁樣咯？原來同埋我頭先問翻咧，我哋香港就嚟咗幾位，咁原來其他好多係今次係中山嚟嘅。原來每個城市都會咁樣有個團過嚟考察啊、入住啊，或者一啲體驗啊咁樣嚇。今次呢班60幾係大部分中山嘅，得意又係經歷。咁時間關係啦，繼續有啲太大嘅社區，咁大家想了解多啲，就算佢嚟到去北京，究竟佢養老係點樣，我講到咩分別咧？當然第一樣嘢就係凍啦，OK 嚇。咁所以咧就頭先講補充，頭先佢話嗰個室內嘅花，因為呢度會冬天啊。變咗咧，佢係有一個溫室，佢叫綠肺啊。OK， 裏邊嗰啲植物原來係4季長春嘅咁等佢有啲好嘅空氣啦，同埋等大家有一個好嘅環境好，咁下一集繼續好嘛？OK，今集差唔多啦。